煲冇煮啦，肥到鬼咁，我都唔中意你啦。唔係啊，我係日日分享美食我先肥嘅咋，唔信你問下粉絲啦。我唔信你照係趕唔住你呢把嘴啊！唔係咁噶，合理嘅飲食瘦得仲快啊！唔信我煮幾味俾你睇下啦。唉，你快去飲茶先啦。第一道萵筍炒牛肉，熱鍋落少少油，加入牛肉，快速滑散，調味加啲鹽，少少豉油，少少蠔油，少少胡椒粉，炒至斷生，盛出備用。重新起鑊，熱鍋落油，倒入萵筍，快速翻炒至斷生，呢啲蠔油，炒至斷生之後加入牛肉，大火翻炒。第一道搞掂。第二道口蘑炒蝦仁，熱鍋落油，加入蝦仁，快速翻炒，調味嚟啲鹽，一啲蠔油，一啲胡椒粉，快速翻炒，炒至斷生，倒出備用。另外起鑊，加入菇，快速翻炒，太乾可以落啲水。炒菇要耐心啲，慢慢炒佢會出水嘅。調味加啲鹽，已經慢慢出水啦。OK， 呢個時候加入蝦仁，大火翻炒。第二道搞掂。第三道芹菜炒雞胸，落油，加入雞胸，快速滑散，調味嚟啲鹽，一啲胡椒粉，一啲蠔油，少少豉油。OK， 炒至斷生，倒出備用。熱鍋落油，加入芹菜。炒青菜嘅時候咧，可以適當補少少水嚟炒。咁樣嘅話咧，增加佢嘅水蒸氣，冇咁容易燶底。呢度我哋嘅鹽就落少啲。芹菜炒至斷生，加入雞胸。第三道出鑊。肥唔係節食可以瘦落嚟嘅，合理嘅飲食加運動先係王者。食咁多打聲我都唔信你去掃，都話得噶咯，點解你唔信我嘅啫？費事同你講，我要翻用